最近有好多人都驚咗，無論移居喺海外嘅內地朋友，定係經常往返內地，甚至長期喺內地居住嘅香港居民，都有可能收到內地相關部門嘅通知，要求補交過去幾年嘅海外相關稅款。呢件事嘅核心就關聯於3個英文字 CRS 共同申報準則，尤其係計劃返內地退休嘅香港朋友，呢件事同你哋息息相關，一定要認真聽到最後啊。CRS 機制簡單啲嚟講，就係賦予咗內地相關部門查核個人海外存款、投資資產嘅權限。無論你喺內地居民定還是係香港居民，核心判斷標準淨係得一個，你係咪中國稅務居民？舉個例子啊，無論你喺內地定係香港人，如果喺香港開立銀行戶口嘅時候冇界定為中國稅務居民，咁香港嘅銀行就唔會將你嘅信息同步俾內地，但係一旦被認定咗係中國稅務居民，你喺海外嘅所有存款、各類型嘅投資資產信息都有可能被內地嘅相關部門查核到，補交稅款就變成好大件事啦。快啲對照一下，你係咪合乎以下2個高風險嘅情況？第一種，長期居住喺內地，有固定嘅居所，而且主要嘅資產都集中喺內地，就算你冇喺內地開相關嘅戶口，都有可能被認定為中國稅務居民。第二種，一年裏面喺內地累計居住滿183日，差唔多半年時間，都會被重點查核。不過香港嘅朋友都唔需要咁驚，只要你主要嘅居住所仍然喺香港，收入嘅來源同香港嘅物業有關，冇完全遷移去內地，多數嘅情況下都唔算係中國稅務居民。就算全年喺內地住滿咗183日，只要冇連續6年喺內地居住，或者期間曾經離開過內地超過30日，咁香港嘅強積金收入、房屋租金嘅收入、股票嘅分紅等都唔需要向內地報稅。但係如果你打定咗主意係要喺內地長期居住，咁你成為中國稅務居民嘅機率呢就好高啦。到時你喺香港嘅強積金、房屋租金等收入都有可能涉及到內地嘅稅務申報，甚至要補交稅款啊！呢個時候，好多人都會問：面對 CRS 嘅查核，點樣先至可以合法合規保護自己嘅資產，避免補交一大筆稅款呢？大家放心，我唔會同大家講空話嘅。經過我長期嘅了解同埋查核，確實有一個好穩妥嘅辦法，就能夠合法去規劃相關嘅風險。如果你唔確定自己會唔會被 CRS 查核，又或者想盡快知道呢個穩妥嘅規劃係點樣先至適合自己，不妨留言俾我，我免費幫你分析，教你用咩嘢最實際嘅方法可以完成呢一個規劃。